嘿，婷婷啊，别办啦，是你啊。你袂使超过这条界线。哦，这严哦。昆罗大有命令啊，任何人拢袂使有遮出入的。啊，去到大内面哦。对啊，昆罗大会阁掠一个水姑娘啊，无爱互任何人去交了。安尼哦。好，我来走哈。是你哦！你过记我。迄天多谢你路过不平。原来你用拐杖哦。唔知阮翁阿公阮囝即摆是毋是平安呢？你免烦恼，目前平安无代志啦。邱英雄，我拜托你救我出去好无？拜托你。你两冲锋啦，外口真侪人伫顾，你阵若懵懂，有性命危险。啊，毋过我就想要看我囝，啊，搁阮翁的。你做你放心啦，我一定替你想办法。哎！哦，台湾啊是一个好所在，好鲁莫萨，连日本香港的温泉嘛无对比。嘿，阿达，你来啊！来，紧入吧，哦，来啦！哎呦，啊你是咧卖啥啦？你这样对我够冷淡的，拢无来看我，我知影，抱歉我。你是咧讲啥啦？我一当时啊咧无听你哦。你本来就无听我，你敢知影？白派即马一天一天大贵起来呢，有够摇摆的。因竟然咧外口咧放话咧，搁要对阮倒上不利。阿达，你若真是疼我，你就甲白派赶出去啊！甲葫芦墩所有的糖、甲盐，拢互阮安排保护无？你哦，胃口有够大的啦！你白派和日本的乌道，你关系是偌好的呢？嘿，你是警察厅长呢，你是乌道客呢，我咧惊日本乌道，哼！我当然是唔惊，只要你对我好，我一定替你到底。来，我甲你讲一个情报，吼。真是了。好啊，你甲我讲是啥物情报？啊，对吼，这白派大指头啊，2天后就要偷阮白岩去死卡庭。你看啦，伊个白派搁要发一笔坏财啊啦！我不管啦，你来想办法替我去修理白派。好啦，无安尼啦，我派我的部下吼，假做土匪，吼，然后含恁的岛上联手，伫半路劫伊的白岩，来一个红吃白，吼。有卡蛋呢。来啦，免歹势啦，来。我真想我母的。你是阿爸知影，你听紧好起来，阿爸会想办法。
什么啦？我铁钉啊啦，前几工来过恁家，是讲遐少？你来这创啥？你先开门啦，我有代志吼要甲恁讲。不用啊，你唔是要加入白派啊？你来这创啥？你快收啊！我带你去看医生哦。来，这钱摕去。你互我钱要创啥？我唔敢收啊！这是白牌钱啦，是我向因摕的啦。你花这么多钱要创啥？我还袂起啊！我敢有叫你还哦，摕去啦，来摕去啦。你放心啦，虽然我即马加入白牌，但是毋是恁所想的安尼。总有一天，恁会明白啦。阿姐，安尼毋是歹人哦。爸，阿姐毋是歹人啦，伊是好人啦。我虽然毋敢讲我是啥物好人，但是我知影我甲恁是同款人。这钱做恁摕去，你放心。多谢你啦！多谢你，多谢你！好啦好啦，起来，唔通安尼，唔通你破病了，起来。讲起来真计笑，我一个月不来好好啊，不知影是安怎病啊来死。莫搁讲苦啊！既然拄着啊，暂时就莫去想这个啦。甲囡仔带去看医生较重要，知？我知，我知。爸爸，莫去艰苦啊啦。是啊，不用啊。你看你有金星啊，这个囡仔遮尔啊乖巧，你应该欢喜才对啊。对，就因为你，你啥老要对阮遮尔好啊？讲起来，咱可能有缘啦。啊，嘛用个讲，咱可能有同款的命运。同款的命运。是啊，同款的命运。本来我嘛有一个真心爱的家后，本来嘛应该有一个真可爱的囡仔。不过，迄拢过去啊啦。啊，自从迄件不幸的代志发生了后，我就就抓，我一定要甲这歹人落马拼到底。所以，请恁相信我，无论我加入倒一派，这拢是一种手段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甲这歹人拼死死。你一定会赢啦！你才甲阮阿母救出来呢。阿姐一定会拍拼，一定哦。一定。是不是？骷髅过来啊！你免惊，这枪声是为做远的所在传来，我来去看卖。对啦，会记得带囡仔去看医生。我知，我知啊。弟弟喺度啊！阿公啊，啊你先到，弟弟喺度啊！拄好有一群人吼，来后伫喺遮，伊是足土匪的，佮拢有枪吼，甲咱盐抢了了啦。阮是足失败的，但即摆嘛要安怎？抢就抢去啊，莫想遐多啦。即马先治疗恁的伤较要紧啦，来起来。有要紧无？啊，我挡会掉啦。弟弟喺度啊！啊，即摆盐你讲抢了了，等于大指头一定足生气的啦。紧啦，等下再去讲啦，免烦恼啦。行，再见。大指头啊，这件代志吼，免去转快。我嘛有对啦，是我失职。我赶到位的时阵吼，啊，迄盐吼已经拢抢去。失职就是苦劳。
温炎的时阵，骷髅咱无去保镖啊。阿公，骷髅人咧？靠老大的，有代志就是行袂开骹啦。啥物代志啊？是毋是倒伫遐查某人的眠床顶，唔敢换落眠床骹？天定，哎，你电话来。安怎？较注意，后摆要来小通知一下。枪支是无生目睭的，枪支是要拍红牌的人，唔是要拍咱家己的人。你嘛真牛真厉害安怎？20几车的白羊去互土匪抢去，啊你！我若是无去报表，咱的盐就唔值3分钱。你为着这颗查某，头路安尼放偌外啊！姊，对我心爱的查某，你嘛小疼痛一下。你做你放心，一口气，我会替你讨倒回来。哼，像这款查某，太多假啦！你是安怎就安尼为马甲咧忙输输哈？虽歹无对比，假意较惨死。这个查某，下我的口气。你了然啊！那照安尼落去哦，咱白牌倒啦。这摆手炎乱生理，这就是对手已经对咱发动攻势开始啊！大石头，水来土掩，人来倒怀啦。啊，无论安怎，我听你甲到啦。看你的功夫啊！手用白牌20车盐，拢总卖2000块。多送咱一摊免本的行李大厅。白牌拍20车的白盐，算算是袂少。这用来讲是咱红牌旗开得胜。嘿啊！当红牌有日本警察厅的厅长的帮助，我看无偌久，白牌绝对会互咱红牌拆食落巴，走路煞尾。想要到你恁家果然有效。我这个查某囝算无白痴，那咱两个人合力起来拍天下，不但要点葫芦墩称王，而且台湾南北二路拢是咱的地盘。想到这，人心内就爽。是你叫人放炮？我无啊。无，也无是送放炮。是啥物代志啊？哈？啥物代？拄则毋知啥物人伫面顶来放炮，啊，谁知无？唔知影咧。这样好打，较早人叫我别放炮啊！还有，刚会调后里山，2000块拍回，用调后里山，啥物好好当？一定是白牌人。白牌人，那有杀人有这种骹手，会当来无影去无踪。敢会是伊？你了大，你了大。你来这个所在呢？来给恁看看，来坐落，坐落。好了，有啦，都你了大，那这个所在遮尔跑，遮尔垃圾，谁无适合你来啦？你来讲遮，来，这钱你摕去，带去看医生，顺便买一寡好食的。啊，阵若阁有剩，大家分分的摕转去厝，摕去。多谢你了大，多谢你了大，这件代志，
千万唔通讲出去。我袂讲出去。袂啊，你都袂讲啊。啊，毋过，这样侪钱，阮以后是免来还你。三八啦，我敢有叫你还了。好啦，好好休困，我还有代志，我先来走。好。多谢你爹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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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。天庭啊，你真正有稳定呢。安排抢咱的盐，你有法度去遐甲讨钱倒转来，总算嘛替大指头出一口气啊啦。大吉他，食你的饭，当然为你好了啊。 20袋盐价值不止1000，啊，你看，应该是价值偌济？上少价值2000。哦，可落大。你安尼讲，意思是怀疑我暗干一寡钱哦。可落大，你安尼讲，意思是怀疑我暗干一寡钱哦。可乐，天庭的个性应该毋是迄种叫到顾家佮偷家家的人啊。大吉他，这批盐对安排来讲，本来就是贼仔货。人你讲贼仔货俗俗啊卖啊，准若为着安尼就来怀疑我有失公道啦。回公道转来。 梁准，我真是暗干一寡钱，这嘛是真合理啊。卡老讲，这个钱嘛是我拼命摕倒来。大吉他，你讲对不对？是啦是啦，可乐，天庭啊绝对毋是迄种人啊。可乐，中顺还阁一匹配地的，到时阵毋通出问题。 你着爱亲身去运验，知无？天庭啊，来，这要赏你。多谢大吉他。你对我的始终哦，我相信。以后若有啥物重大代志，我会叫你去拼。望大吉他看成。 我叫啥转来？姐姐，来，进来食饭。哇，菜脯蛋嘞！林生啊，咱今后菜脯有通食，拢会感谢天庭的钱，是提一互咱，咱就是去买米甲这个菜脯呢。来，紧食。秀兰，秀兰，你是安怎转来？我太无做嘢时阵偷走转来。来，你做伙食饭啊！无时间食饭，咱进来走，快点！秀兰，你也敢反对我？拜托你帮我这条心路好不好？杜罗长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你有一条心路，你别跳上一个尾好不好？我连一件我。秀兰，你即摆是我的家后，是你的。秀兰。 阿姐，我求你啦，你莫讨厌我爸啦，你莫把聊到我阿母啦。你点点。来死！秀兰，秀兰，秀兰！阿爸，你谁没忙？金生，阿爸无代志，你先困，乖，哦。 啊，你莫爱困哦。阿爸知影，哦，你紧困。秀兰，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安怎你会托梦我呢？敢讲
无你发生什么不一样的代志。拢是我爱你的，拢是我爱你的啊！告诉我是发生什么三长两短的代志，我你的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什么意义呢？爸，你可得是阿母，我嘛就是阿母。不是，都是阿爸害你的啊！好啦，爸，你莫哭啦，我以后袂阁讲阿母的代志。金星，这个钱是弟弟阿借给你的，你甲收起来，欠不了用知无？爸，我唔免用钱啦。金星，你将这个钱藏起来，等需要用的时阵，才摕出来。嗯。辉煌啊！辉煌啊！辉煌啊！爸爸，你哪怪其实啊？辉煌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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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这想会开啦！我真见笑，我无下面搁活了世间啊！阿爸，你袂要死啦，阿爸！金星，辉煌啊！查甫人爱互查甫人的志气。任何问题拢会用解决，自在毋是办法啦，啊！金星，你若爸无代志啊，唔好哭啊，无代志啊。阿姐，多谢你啦！明明就使做好人，你就偏偏去做歹人。你熟知我无偌久，会误会我迄是一定的啦。以后你就慢慢了解。阿姐，我求你啦，我求你带我去看阿母啦，阿姐。金星，金星，你哪会当呢？安尼对阿姐足无礼貌，你知无？金星。啊，不过我想阿母啊，阿爸，我要阿母啦，我要阿母啦。好，我答应。虽然咱做真危险，但是我一定尽我的力量，带恁到辉煌所见面。谢谢哦，阿姐，多谢你啦，阿姐多谢你啦。心茫茫，骑马郎，骑马郎，伊就伊，用心良苦马来去。哦，呀呀呀！即马是哪啦？啊，无要行。伊去放屎！哦，讲甲你这狂马哈，搞怪啊，佮搞屎叫啦，骑几百步啦，刚刚骑2里路的啦，嘿！管老爷你骑，是骑2马呢，我骑你这狂马啦。
冲啊！建平啊，冲啊！闪啦！叫你闪无听没有？就闪啦！叫你闪啦！叫你闪闪边啊！闪啦！哎呀，哎呀！这问吼，头拄仔迄个姑娘吼是啥物人？抓袂起啦！啊，你无讲哪知？你大哪？葫芦墩啊！葫芦墩，啊，这车害杀袂我顶八卦。大姐头，大家好，有什么吩咐？公爷，我有代志要甲铁顶啊参详，恁大家先摕落。是。铁顶啊，坐啊。我起来就好啦。啊，我有什么资格甲大姐头安尼坐白悬？真有站在咯。啊，今日叫我来有什么要好路的？要叫你去解决一个人啦。什么人？就听的宪兵队长田中。这我有一点仔意见。安怎？你惊？我是雷公仔囝，唔知影什么叫做惊啦。啊无，你有啥物意见？我是讲吼，甲田中做掉，会甲日本军方哦起冲突，这对咱一点仔好处都无啊。田中是红火的客兄，红火利用伊若定定欺负咱白派，就安尼叫日本好教咱在地人，这项代志啊，伫我心肝内我非常的不满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头准来给办起来，尾就袂唱秋啊！你即摆讲这是啥物意思？就甲红火解决单掉，啊田中就变水尾啊！红火这个查某是真欠卡呢，你敢有法度对付？啊，人你讲，恶马恶人骑啦，胭脂马嘛去拄着关老爷，是无？这只胭脂马是真歹行呢，我是惊你叫徛伊。大舌头啊，你安尼讲就是对我无信心哦。唔是啦，这自古以来英雄难过美人关啊。安尼上好啊，我拄好好吼，唔是啥物英雄啦，啊，这点做你放心啦。那安尼就照你意思，看你的功夫哦。请先生先洗一下身躯，红花姑娘已经伫咧隔壁放一桌酒菜要请你。好。安姑娘，你看我遮尔会气啊，连洗身躯都亲身来陪啊。一平啊，阮安排迄条钱，敢是互你创空的哈？这就无办法咧，食人的头路，总是爱剃头去做代志啊。哦，阮安排开大门来甲你迎接，你竟然为厝尾顶甲我跳落来。迄钱本来就是白牌的钱啊，我只不过是甲钱摕转去厝。哦，甲钱摕倒去厝的，难得我的人甲我的心啊，你规气拢摕伊啊！哎，姑娘，你无需要遮尔多钱。好啊，莫拄我讲耍笑。你是我看过上较有气魄的查甫人，我想要多了解你一寡。小等呢，洗好身躯，我伫咧隔壁带一道日本料理请你。唔知影你敢要互我这个面子？我是三娘人，哪敢有四娘的身份呢？你客气，我看你有够重啊。
安尼看起来，无味敢若袂用的吼。当然啦。来下一马赛。哎，动作。嘿，哇，哈哈哈，哎呀，一定啊，人迄日本人坐，毋是安尼坐法的啦。我无是要安怎坐？安尼坐好正，腰爱挺，啊两隻腳安尼靠起来，安尼。毋着亲像花箱伫坐啥？咱即摆是互日本人咧管呢，所以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咱着爱学啊，咱才算讲对得着时代。安尼哦。哎呦，袂用的啦，安尼坐吼，坐到骹足酸的啦，酒也袂啉，我两支脚就要麻去啊啦，麻西安尼有够艰苦的。哎哦。哎呦，你人缘投，讲话佫足趣味的呢。我吼，也是安尼坐较爽吼。我无要紧啊，你欢喜安怎坐就安怎坐嘛。啊无啊，这是啥物件？哎呀，嗯，沙西米啊，沙西这青鱼啊去切片，青鱼是要安怎食？够爽的啦！这青鱼啊，混瓦萨比，口味一棒呢。美味しいですか？哦，我刚咸的啦，咸到呢，目屎流目屎滴啦。哦，来一盖你就调过啦。无啊，啊这日本人是时髦的哦，啊就青的物件安尼酷酷食啦。哦，透早食努力做的寿司，中昼食沙西米混瓦萨比，暗时食斯基亚基也是呷哺呷哺。暗暝时就困榻榻米，搁加 massage， 这就是日本人。哦，看起来你对日本人阁有研究哦。当然啦，你甲日本人交陪，当然爱研究啊。啊，若无会互人看做是阿草啊。安尼啊，我吼标准阿草的啦。袂啊，但我感觉你这性格呢。哦。啊，这是啥物件？这啊，这是 sake， 日本的烧酒，来。日本的烧酒。哎，来，咱来干杯。那烧酒吼，我会当的啦，来。好，干杯。日本的烧酒，赞哦哈。日本的海头啊啦，吼。差不多这意思。来来来，无啥不成立，来继续。这个好啉啦，吼。来，好，来，哦，ちょっとね、はい。酔っ払っちゃったね。酔っ払っちゃったね，你是讲啥？我有淡薄仔醉啊呢。安尼哦，安尼我嘛差不多要进崩啊啦。好。阴暗，我有咧死呢。有咧死，有咧死就是爽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差不多是这意思。安尼我嘛是有咧死呢。哦，安尼铁定啊，你若愿意家己阮安排，以后逐工都会当食日本料理，搁啉sake。啊，搁有吼，人桌上哦，足烦恼我的婚事。你若对阮安排尽忠，以后阮安排拢交互你管，你感觉安怎？多谢翁姑娘，你安尼看得起我啦。啊，毋过吼，讲话就讲话啦，毋好安尼坐我身躯啦，啊，感觉足重的呢。哦，让我笑足上的呢，你甲我陪一下好无？安尼哦，甲你陪哦。我敢若晓讲笑啦，袂晓陪啦，歹势啦。好啦，啊酒也啉啊，菜也食啦，我看吼，我先来走，我过事。我不准你走。翁姑娘，我是偷偷出来甲你约会呢，啊，这个代志阵若阮大姐头仔知影，代志就大条啊啦。铁玲啊，即摆是我人伫你的身躯边，你想的竟然是迄个大指头啊，安尼敢有意思哈？这嘛无办法啦，我是伊身躯边的人。
我请你来，就是要吸收你做阮安排的人。为这开始，你就是阮安排的人，毋是白牌小卒啊！请我来看我活，这无合我的个性啊！是嘞，我做袂到。无你是敬酒，无要食罚酒。唔通安尼，唔通安尼哦，唔通安尼见笑转生气啦。好。就叫请你唔来，叫你用白才甘愿。啊！突然间，你哪咧歹面相看啦？咱今仔搏命的，对红牌你赢，对白牌你有出息。突然间，你哪咧歹面相看啦？咱今仔搏命的，对红牌你赢，对白牌你有出息。那安尼哦，我甘愿输死，我感觉是要对白牌啦。好，你好大你给我讲一句。我搁讲一句嘛是共款啦，对白牌啦，我绝对无要移位的啦。好。哎呦！好，唔通安尼啦，唔好惊倒你讲耍唱啊！你看，哎呦，足危险的，你有看无？你是要做朋友，还要做敌人？饲鸟鼠夹布袋，可惜我唔是迄只鸟鼠。好，今仔日我就让你变成一只死鸟鼠。好。让你一，让你二，无让你三哦。你死好。好。日本料理，哦，伊是呢。你真正安尼甲创治？无唔对啊！这颗红花哦，暗头也是满面全豆花。啊，那暝尾是满面全狗血啦！大姐头啊，啊你阵若欢喜吼，后摆我继续给修理，修理到金金金。好，互这颗查某吼，兄歹变兄讲，互正人甲请咧啦。无我的代志，我要回去困。长山过台湾，还阁会兴趣，阁兴甲咧心肝结规气，我这小弟哦。真正了然。啊，大姐头啊，唔通安尼讲，科乐上这个人哦，实在有够猛，嘛有够勇，我足钦佩伊的。天亮啊，你这摆有功劳，我会甲你记起。多谢大姐头啊。我想讲哦，买一只大只歹吃，迄细只都下我的体格。谁知伊买一只老西马啊？要母一个咁大肚的。哎呦，安尼无半个人家也无头家啊！头家啊！头家啊！头家啥？无啦，我来放尿的啦。放尿？喂，放尿！啊，恁遮吼，咱无人去，咱连头家都无看。这间店哦，爱看外才有人。你较早来，啥物甲伊招呼？哦，原来如此。原来如鸟咧。你来葫芦墩创啥？你想要知影？加点好奇啦。爬七啦！爬七啦？爬多少七啦？哎呦！爬七啦就爬七啦，敢就放杀，大家拢知影就好啦。因阿叔我是无你管，
啊，毋过丧事吼，拢是我咧管。无少，我即马无变的啦，爱甲你定裁去。裁一副啥？观察啦，无管你来葫芦墩创啥，拢是死路一条。最后吼，拢会倒喺我做的观察内。我听你骗人财无道财咧，什么刀光剑影，千字路人买什么店面，我看过，我死伫遮，什么做观察？人讲唔听吼，鬼看扑扑行啦，铁起来吼是大生啦，我在等你。喂，喂，你娘嘞！饲了无看，煞看到白棺材。开门就起来了。要啉一下等的，水还袂滚的。出外人哦，无少探听哦，啊来这要啉茶哦，恐惊会去啉着。听真多啊啦！管台你这所在啊，什么7怪8怪，偏偏我这人哦，足搞怪。搞怪也好啦。啊，你若有10条性命哦，也是照死啦。我无骗你。头家啊，我是来遮甲你捧场的呢。你妈咧吓我好无啊？较细声咧，禁锢在身啦，下摆较无长体骹话啦，要啉啥咧？乌龙当地凊彩啦。骷髅菜，来，这啦，这。我问你，安排这阵啊，敢有啥物动静？有啦，啊，就讲啥物吼，恁昨暗我叫人去因遐放炮啊吼，因逐个人惊甲皮皮抓。敢阁有啥物其他的消息？无啥物新闻啊。以后若是有啥物代志，不管是都要甲我通知，知影无？好。骷髅菜，你食啥啊？甲普通时啊同款。好，两位来。讲出外交朋友，我何事爱有缘来斗阵。交朋友，你倒位来？我台北城。你倒位来？我台北城。死混混的，你砍头砍面嘛！来遮想要创啥？他们讲我是来吃啦。七啊！一无仔的查某囝。无，伊切仔面啊，真单纯哦，有合口胃口。我爱食菜面哦，花样济哦，甜头赞，拼起来较爽。你是讲啥？安徽哥。恁爸是白派人，听到红派人名，恁爸就堵咱。大海啊，我是出外人，我哪会知你这什么白派红派啦？出外人目睭摸无上暗，来牛耳问猪母，你目睭去割掉喇叭，呸！是。